谢谢教会圣歌队美好的。主
谢赞美神，我们圣歌队经过是的，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讲道请最优秀的、最活泼、最热情的、最有爱心的潘牧师。希望
谢谢圣歌队用天使的歌声带领我们敬拜。感谢吧。
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上帝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赞美。我们请教会圣歌队。我
想到我的姐姐走失的时候，我觉得神的爱都一直在我里面，神的爱就一直在我里面，每一次的服侍都被神的爱充满。我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给你们，我用这首诗歌留给我亲爱的家人。嗯。